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9节，佮43节。何西阿书第10章第1节到15节。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祝福。到底咱基督徒要安怎受到祝福？伫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到15节，提到2项事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第一个是有关这个休妻的这个改变，也是咱讲离婚，或者是讲咱应该讲耶稣基督佮提到婚姻的概念。了后，伊佫提到讲爱对待儿童的代志。耶稣基督的门徒嫌囡仔伤吵，因此因拒绝囡仔。圣经记载甲咱讲门徒的态度。为讲有人带着囡仔来见耶稣，请耶稣蒙恩，门徒却是责备这个人。但是耶稣教这门徒来警告，伊讲：互这个囡仔到我遮来，毋通阻止因，因为上帝国的子民就亲像安尼的人因为上帝赐福互选民，嘛赐福互外邦人。上帝赐福气互大人，嘛特别赐福互囡仔。诚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门徒，佫较是应该爱诚做别人的祝福，毋是诚做别人祝福的乞丐者。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到15节，为着这段的经文写一个标题，这个标题叫做“耶稣祝福囡仔”。但是真可惜的时阵，就是门徒却诚做囡仔受祝福的主动者。马太福音23章第13节到14节的经文，耶稣批评遐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讲：恁着爱记咧，既然无亲像囡仔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决断袂通成做伊的子民。恁这的伪善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害啊！恁当人的面头前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恁家己无要入去，也无要互人入去。讲到婚姻，安尼的祝福，嘛是上帝旨意，敢毋是？耶稣基督讲到，但是太初伫创世的时阵，上帝造人，有男也有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甲某结合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。既然安尼，夫妻无搁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。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，袂当甲伊拆开。这对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通常看到人咧准备结婚的时阵，拢非常的欢喜，用真济的时间、真济的经费、真济的力量、人力来准备结婚的事。亲人朋友嘛拢缀咧欢喜，带来礼物甲因的祝福。但是真可惜，却时常看到人伫感情出问题的时阵，就无愿意努力来解决感情的问题，随意来离婚。
有侪人咧放弃婚姻的情形，就好若亲像咧等本色共款，非常随便看轻，甲即个准备婚姻的即个情形是完全相反。甚至有人就亲像耶稣也是圣经所咧讲的，伊对婚姻不忠，有犯奸淫的情形。事实上，要得到福气，真正毋是遐尼啊简单，是需要努力的。捌听过一寡婚姻的专家，真爱劝勉人讲，婚姻需要来经营，但是问题，牧师无介认同即种经营的讲法，因为呢，经营的时阵就有经营者甲被经营者，伫夫妻的相处的顶悬，安尼就已经有成见啦。牧师要讲的是，到底什么人是婚姻的经营者，什么人是被经营者，什么人去互管理，什么人要听什么人的。这种的情形到落尾会互婚姻开始出现问题。耶稣基督引用着创世纪的经文来讲，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甲伊的家后来结合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。既然安尼，夫妻无搁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。所以，就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，婚姻才有法度得到祝福，才会当有好，无容易出问题啦吼。其实最主要是圣经时常用夫妻婚姻的关系来譬如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所以对于这种的观点来看婚姻，耶稣基督的要求其实是严格。捌伫这个户政事务所看到一对足少年的夫妇，应该拢是还未成年的男女。听因咧讲，登记结婚才半年，就烧招到户政事务所，为着要办理离婚的登记。当然，照着法律的基础来讲，因是合法的，这个嘛是因的权利啦。就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虽然摩西的律法允准，圣经讲摩西允准丈夫写一张休书给家后，就会当将伊来休掉。但是耶稣搁进一步来讲，摩西甲恁写即个诫命，是因为恁的心肠伤过硬。过去几工，咱分享着何西阿先知的预言，伊提到着以色列人的无忠心，亲像淫妇行奸淫共款，因对上帝不忠，也伫政治顶悬无忠心。何西阿书第10章第1节到第2节，佮安尼提到。以色列人亲像多产的葡萄树，因哪繁荣，这段也哪济；因的土地出产哪丰富，因所拜的石条也愈来愈高尚。因的心怀诡诈，所以要因为家己的罪来受刑罚。上帝要来粉碎因的这段。来毁坏因所拜的石条。基督徒应该在努力追求甲上帝之间亲密甲美好的关系，毋是随意转弯头离开，无要敬拜上帝，就去拜这个巴力，敬拜偶像。这毋是
蒙恩得福的道理。爱珍惜上帝所赏赐的救恩，甲上帝好好佮有亲密的关系。就好那亲像耶稣基督要求互遐个囡仔来亲近伊一样，安尼才会当得到福气。诗篇107篇第19节甲43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属存。上主所救赎的人啊，伊对着的手中救赎的人，对逐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聚集的人拢着安尼讲：因伫旷野偏远的路流浪，找无通城徛起，找无城通好徛起。因夜枵夜喙焦。因的心神奋起，因伫苦难中哀求上帝，伊就拯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带因行正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焦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物食到饱。43节，智慧的人着注意听这个代志，着少念上主的慈爱。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基督将救恩赏赐予阮，互阮蒙福。感谢基督提醒阮，必须爱亲像囡仔共款，才会通进入天国，成做蒙祝福的人。感谢基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